熒幕前嘅咁多位，如果你喺香港嘅沙田區睇開樓嘅話，應該都會明白一個情況噶啦，就係要揾一個全新嘅物業咧，真心係有啲難度嘅。如果要更加揾一個雙站優勢嘅黃金地段，更加係難上又加難啦。但係今日咧 ，Kenny 幫你揾到啦。啥情況？住喺沙田區嚟，絕對係一種生活嘅態度啊！咁今日 Kenny 同大家睇嘅 University， 除咗擁有2至3首歌嘅時間，就可以去到呢個顯徑站啦、大圍站、雙站同一時間拎住屯馬線嘅優勢之外咧，而且呢個中文啦、浸會同埋城市大學呢啲國際級嘅學府咧，都係一條東鐵線直達啊！而且我哋個項目附近咧，仲有維芬啦、又一城，又或者呢個新城市呢啲全香港無人不知嘅旗艦級嘅商場，飲食 shopping 都好啦，呢度都完全滿足到你哋嘅要求啊！而最緊要係呢個期待已久嘅全新項目，今日終於入伙啦！咁我哋 University 咧總共有240個單位，但係樓花時期未有現樓睇啊，已經賣咗接近7成啦，所以剩下3成嘅單位咧，我哋大部分集中咗喺中高層嘅位置嘅。咁今日 Kenny 成圈即刻同你睇晒佢。天哪！我哋呢個370尺嘅2房單位，認真所有空間用得凸冚啊！我哋冇個長長嘅走廊啦，做咗蝴蝶式或者飛機式嘅設計，所以370尺咧幾乎俾你用得凸冚啊！門口位置咧，發展商相當地貼心，已經幫你安排好呢個現代嘅拍街指紋碼，再加視像鏡頭門鎖噶啦。而且入門口右手邊啲嘅凹位咧，發展商都完全唔放過啊！幫你做咗個大型嘅遮櫃啦，再加埋鞋櫃喺度，相信屋企嘅女神見到一定冇投訴啦。右手邊就雪櫃嚟嘅，而最震撼咧就喺左手邊嘅位置，我哋做咗個內嵌式嘅開放式廚房之餘咧，仲要幫你做埋一個中度喺度，成個格局氣場咧即刻提升晒啊！而且你會留意到一個咁高嘅樓底，就算做咗個咁大嘅假天花喺度啦，走後門嘅，整個儲物量空間都絕對充足啊！雖則我哋係叫咗個上車盤啊，但係我哋廚房嘅電器完全都唔會同你妥協嘅喎。我哋抽煙機用咗 Versace 啦，咁其他嘅電器品牌全部都係用翻德國名師品牌嘅西門子嘅爐頭啦、微波爐啦、洗衣機、雪櫃，全部一應俱全啦。而且你幻想下，如果我哋早餐喺度同你心愛嘅家人食下早餐，望下出邊綠油油嘅山景，成件事幾咁溫馨加浪漫呢？哇！雖則我哋單位俾你一眼睇晒啊，但係你會留意到發展商嘅開則咧，真係去到魔術師嘅級別。點解可以做個2房完全係0走廊位嘅咧？我哋先睇咗家庭浴室先。嗱，浴室方面咧，我哋做咗企缸乾濕分離啦，用咗復古綠再加水泥灰並合埋一齊，非常之有質感啊！三面嘅大鏡櫃，你就見到發展商喺我哋設計家私方面咧，都係以實用為主嘅，但又不失美觀喎。點即當然好用啦，不過有個唔好處就叫五門歸心啊！咩叫五門歸心咧？就係好多隻門對住個客廳咧，就冇咁好用。不過咧，我哋呢邊都尚算做得唔錯喎。喺呢邊呢個位置可以執翻張細3型嘅 sofa 啦，但係前方呢個位置咧，由於牆身所限啦，所以最55寸電視都難對唔到嘅。先睇睇房間部分先。嗱，房間部分咧，我哋見到做到四方方，相當地實用，做出5尺嘅大床啦，甚至乎如果你騰出少少，做翻兩邊落床咧，都完全冇問題啊。不過成日都講啦，用一部咁靚嘅靚景、咁高嘅樓底，如果可以做翻少少地台。